安那哪无爽快哦？你是拍算规集拢安尼？就是阮爱对啊，晓阮爱欠欠啊讲话啊，欠啊讲话，对，咱今日的主题毋是就是爱欠对，对啊所。以我讲话嘛爱较欠咧。哦，所以你是咧欠你的喙暖，对，你等下是不是会甲我讲安尼通告费嘛会欠欠？你是不是要用即句来甲我威胁？好啊，咱莫讲伤济啊，咱今日就是爱欠啊讲话，所以头前也莫去讲啊。所以直接进入收尾。对，主有管，够欠的啦！主管你有听到无？迄毋是我哈。然后没有你即摆知影到底是啥无要上班啊？吼。好，安尼就互咱继续听落去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大一大开的 Podcast 节目。来听白边，黑白边，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，还佫有甲观众朋友写的批用台语念出来。手真疼，多谢。你拍遐大来要创啥？你甲我惊着。听没有哪一个白边讲咧者，伊拄则伫练习的时阵吼，伊个 NG， 但是即届竟然安尼一届就过啊！你是想要欠我讲话，所以甲 NG 拢先起来。安尼咱网友做想要听 NG 的呢？好啊，有机会我再 NG 互大家听。多谢你哦。啊，毋过后边起笑吼。真的，今日是要直接进入念批的阶段性。啊无你想要头拄仔毋是欠要讲话？我有想讲要欠一下，尾来想讲，毋是大家念批之前拢会甲大家分享一寡代志安尼啊。哦，安尼你敢有啥物代志通我分享的？无啊，所以咱就念批。要加问的？欠你讲话，安尼啥物先念？你先好啦。好，我先念批。黑白边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桃园的可爱的马。这时阵是毋是爱唱迄条歌？好啊，你唱。我看到一只可爱的马，敢是安尼唱？就歹听，无爱。但可爱的马，佮下尾来甲我骂，好，对没。歹势，你继续。好，继续。一直拢有听恁的节目，感觉恁两人的互动真趣味，嘛，互我想起细汉时伫厝拢讲台语的日子。拄啊好有一寡生活当中轻欠的故事会当分享。头一件代志就是会记你读国小的时阵，有一段时期大家咧兴凹纸，毋过我的手真无灵巧，我唯一会晓凹的就是粪扫桶，因为逐工拢有6日仔通好凹，所以我就足够凹的。细汉较毋捌代志，凹完了后，搁去甲未来的6日仔嘛掠落来，险互阿母拍尻川。毋知影大家敢有即种凹粪扫桶的经验？第二件代志，就是因为阮阿母伫咧纺织厂做，所以工厂定定会加足济加剩落来的布，拢是白色的不织布。阿母就甲遐个布炸转去厝，用加刀加做一块一块，摕码好放入去裤仔内底。因为布的数量真济，所以厝边隔壁拢会分着。细汉的时阵，阿母看我用，就交代任务互我，我就定定哪看电视哪加布。讲真实的，这个布有影足好用的。会当吸水，会当切手，比卫生纸好用咧。所以阮兜用布比用卫生纸济。认真甲算起来，应该嘛省袂少卫生纸的开销。虽然讲纺织厂已经收起来足侪年啊，阿姆嘛退休踮厝带孙。毋过即马去因兜嘛，还阁看会到咧使用不织布，真正是轻欠的模范代表。另外，阁有阮即辈阿兄，恁敢知影伊甲资料页仔摕来变做啥？哇！竟然是会当甲喙暗收起来的物件呢，有够厉害的啦！迄时啊，疫情有够严重，大家拢甲喙暗挂条条。有一回约伫外口食饭，我甲喙暗扭起来，暗算要暂时放伫落地啊。这时阮阿兄就甲即个宝物摕出来，我的耳孔就若像听到哆啦 A 梦道具出现的音效。哇，有够利便的物件呢，而且佫毋免开钱买哦。阿兄讲，就甲用过的资料页啊挂咧，简单佫好做，网络顶嘛有咧教。这个喙暗收纳页啊，我到大要咧使用哦。阿兄，借这个机会，我要伫节目中甲你说多谢，感谢你。以上就是我甲轻欠有关系的分享，嘛希望大家多多分享物件再利用的经验，互我参考哦。我是可爱的马，多谢大家。哇！咱就赞的吼，咱有迄音效。之前有问听众朋友讲，敢有需要增加音效？
有人讲咱两个做菜，就是真好的音效。人声都是上好的音效。但是既然这个可爱的马有讲到这个物件，伊再具体，咱就家吹出来。听起来不离啊感动，就用心的。对。你敢有啥物迄回收佮利用的物件？回收佮利用哦，我上济应该是纸，纸对啦，纸一定是安尼。印物件。啊，要甲大家分享一个阮翁，阮翁回收佮利用的一个物件，大家拢知影。啥物件？你等下恁翁是啥？阮翁是啥？你毋知？足侪人知影的呢。我毋知，你当时结婚我毋知。我金城太太啊，你好意思。好啦，到底是啥物物件回收再利用？迄集的时阵已经讲过啊，伊是阮翁啊。哦，大家好，我是金城母因太太。进前就是有迄渐冻人挑战，你知道？就是伫咧身躯面顶好冰水迄啊。迄当阵阮翁就是安怎？伊足赞的哦，伊是摕迄除湿机，伊迄水桶满啊，摕迄桶水来安尼泼伫身上。哈，对，伊迄当阵伊就讲啊，伊讲伊就是较勤俭嘛。啊，我听讲迄水无好呢。我跟你讲这无好。进前有一个艺人，我听着讲，伊迄当阵伊无钱去买水，伊拢啉迄除湿机内底水。啥物真假假？我毋知影，我听个头壳麻麻。迄袂使啦，迄机器安尼放安尼水安尼。对，而且佫有迄就是垃圾的物件。嘿啊嘿啊，迄水倒出来你有看过？有啊有啊。阮兜会想想，毋知为啥物。想想，迄是因为你的水箱无洗啦。垃圾鬼，迄水箱爱洗无的有一个胎。对，我就想讲是安怎迄水咯，安尼无清清的感觉。啊，迄就是你的迄水箱伤久无洗，而且有当时佫有迄种就是红色的狗。红色的狗是啥物？油狗啊，还是一个啥有诶无？迄阮兜无。哦，表示恁兜无遐油啊，但是其实有的除湿机伊内底有迄空气清净的功能。哦，对，啊，你就会看到迄空气安尼。对，油的就入来啊。对啊，两种。哈啥啦？毋过这除湿机的水真正毋通泼咧身躯顶啦吼。泼咧身躯顶是抑个 OK 啦，你洗洗就好啊。啊，眼尾无水就食入去安怎？所以你目睭爱开开啊，喙爱凹起来啊。哦，你袂当化工迄个挑战，哇！你个喙拍开啦。对啊，啉水。我有听过有人就是落雨的时阵，叫我靠啉雨水哦。对，啥会啊？喙掰开。我搁捌看过有一个人，伊就是真的是落雨的时阵，伫外口洗身躯的。哦，这有一寡人会安尼。对啊，伊就是去外口洗身躯啊，用迄纱布。但是我想讲，确定这个水是清气的。我感觉因为落雨就是空气中的迄，就是因为落雨了，空气会变较好，因为迄个垃圾物件，就是吸走啊。对啊，啊我人毋是有讲，就是压雨会落头毛。对啊，酸雨啊。啊，你若个拿洗头毛，啊拿压雨，啊你的化学物质佮加上洗头毛剂，啊你洗了毛健康变大，对，啊结果洗了头毛拢无去。干嘛呢？啊是听众朋友，你有人就是你落雨的时阵洗身躯，啊结果你头毛嘛是个真济，欢迎你来甲阮分享。我感觉可能是慢性的。对啊，就是可能爱累积到一定的量啊，头毛才会落。有可能哦。好，安尼过来，咱来讲第二张批。等者，我敢有一个重复利用的物件要分享，就是我伫网络顶看到的。对，咱有迄洗衫机嘛。对。啊，都毋是迄脱水的迄个洗迄个物件。对。啊，迄个物件会当甲迄办公椅的椅仔骹结合。你知影变啥无？变啥？变烧金的桶啊！你是讲洗衫机无爱时阵，甲迄个桶啊？对，有空啊。对。所以当通风啊。但是迄洗衫机迄个桶啊，有诶下骹是迄塑胶的盘呢，无一定是规个拢是金属的呢。我看迄都是一个圆桶啊。金属的安尼。嘿啊，足赞呢，厉害，生活智慧王。所以就是爱先有迄个材料，甲这洗衫机拆开，啊，甲内底物件拢拆。一台旧的洗衫机，真困难呢。加减啦，阮兜都换过一台啊。金桶一个才500块尔，你洗衫机摕去回收，阁有几啊百呢？啊，毋过迄就是伊啊，迄有链啊，就方便咧刷叮当安尼。金桶嘛拢有链啊，会烧啊，会烧啊！你用迄就袂烧呢？袂啊，烧。你讲敢像恁兜有一台安尼？有卡塔安尼。无啊，你其他迄种较大台，迄有一种金桶，迄会使用揪的呢，有一支狗仔会使揪的迄呢。啊，阮兜拢无咧。去买一台啊啦！阮兜两个圆圆的伫边啊呢。天啊哟！然后我甲恁讲哦，洗衫机即马吼，若是你买迄一级节能的、省电的、金级省水的、漂质的迄种洗衫机，
你若甲旧的洗衫机，就是互伊回收，会当享受节能补助。哦，对，节能补助就是有500、1000、1500。我会记你，申请过我会记你冷气是看几栋，嗯，看几栋去决定讲你补偌济。啊，洗衫机啊，还有冰箱，就是看你讲迄是几级。我咧讲啊，拢超过500箍啦，莫互白变骗去，讲摕去做金汤。金汤一个嘛，才500箍无尔。我咧网络顶看着，感觉就环保安尼。是是，你今日若是讲你有足侪台补助嘛，拢申请好啊，佮中出一台洗衫机好，咱才家己摕来做金汤。安尼听众朋友知无？哎，加出来就对啊。对啊，讲到迄除湿机，我想到阮室友，恁室友安怎？因为阮洗身躯洗了，阮拢除湿机甲切落，哦，因为互内底较通风、较打松嘛，嘿，打松敢是安尼用。会使啦，打伤。我想讲奇怪，那逐工我伫客厅的时阵，拢听到讲，迄内底有人伫开迄马桶水伤大的声，嘿，因为迄是灰仔的嘛，所以你开有一个对对呛的声。对对对。我想讲，伊啥逐工要开着，啊，叫我迄个人讲，猫咪人你啥逐工咧开迄？伊讲，哦，我甲迄除湿机的水啊倒落迄马桶内底。哇哦，够轻欠的啦！安尼敢真正会当？我有想问水电的啦，水电是讲无要紧啊，结果我咧讲。伊就互我知影讲，伊安尼倒水了，毋知第3工、第4工，伊透早向甲我讲，马桶海去啊？对，伊讲后边迄呛水的海去啊。我讲好好啊，我等下再去看。啊，迄当就是我伫加 Podcast， 所以我想讲我无用，我加了去看。结果我发现讲，迄白伫迄水伤大有无？水伤马桶伫个冻水的迄个扑救，对，扑救面顶锁啊冷气啊。哦，照迄个办事看，就是你逐工呛的时阵有无？哦，会去揪着迄条锁，啊，就冷气安尼。对，啊，因为伊可能就是毋捌看过内底，所以就是毋知影讲迄个绑起来就好啊。所以我就是甲手伸落迄个水，这恐怖的。恁敢有看过恁马桶的水箱有诶拍开是有淡薄仔精彩啦？啊，迄个是嘛无安怎，但是就是我就是手要揪一揪我迄个心，你知影？心理无法度接受。对啊，我就甲伊绑起来就好啊。对啊，而且我嘛甲伊讲叫伊莫甲安尼倒啊，因为阮迄马桶是迄种足巨型的。哦。啊，你到时阵你若甲伊拍破去，我毋知要啥来扛。啊，有诶人讲无你着莫扛，莫扛我感觉足奇怪物件会落入去啊，还是讲有啥有垃圾啊？而且迄顶悬毋是拢爱囥卫生纸，无人摕卫生纸伫壁顶啦。哦，对啊，阮倒是直接贴起来安尼。所以就是，哎呀。听朋友就是咱要勤俭嘛，是爱勤俭有一个过头啊啦，咱就迄上简单的洗米水摕个压花啊，哦，对，阮阿嬷拢安尼，阮阿嬷拢安尼。对啊，佫有迄啊，迄流水莫坐电梯啊，莫硬乱。哦，好，安尼就先说会当来讲到一个死网友的阿伯。死网友好哦。对，这死网友啥来批哦？伊讲吼，因大伯是一个真勤俭的人。伊早期的时阵有一寡事迹会当甲咱分享。第一件是伊是建筑的工人，伊讲若是有去做工的时阵，就甲阮大姆2个人去自助餐，一人就买一碗白饭去淋迄肉汤，无其他的配菜。啊，若是无食饱吼，就甲迄免钱的汤啉个饱。第二件就是因厝里的电火袂当乌白开，印象当中吼，迄楼梯的中央啊，敢若有一排迄种佛道面顶迄种红色细细粒的电火。伊讲安尼会当省电钱，过来就是袂当凊彩开冷气、电风、电视即类食电较伤的物件。第四，因为厝里有田有种花仔菜，当好价时阵全部摕去卖啦，一点仔都无留互亲情食。是有一天吼，伊家己去想到，阮转去彰化的祖厝的时阵，才有机会食到伊种的花仔菜。第五，伊的查某孙转去彰化的时阵，早顿拢不准阮阿兄去外口买地色的。规定讲，规家伙仔拢爱食厝里的饭菜。尾啊吼，阮查某孙啊，因就拢做白摕转去阿公伊兜。第六就是过年的时阵啊，阮阿姑因啊，转来后头厝的办桌，费用拢是阮爸甲三叔出的，因为大伯甲小叔拢无想要出钱。真正是感觉伊是勤俭到伤过超过的病态。但是会当学落就是讲，伊安尼俭，嘛是甲4个囡仔饲甲遮大汉。而且伊嘛毋甘，就是买新衫甲新裤，基本上伊拢是穿强标发的 polo 衫安尼。不离个愈来愈大汉了，嘛较会当理解讲是安怎因会有即款的心态来出现。毕竟因是经过迄个资源较欠的迄个年代。我是死朋友，多谢大家。哇哦，有够欠的，这佩服。听感觉阮兜嘛袂歹哦。
阮兜就像拄则你讲的啊，西米的水摕去压菜，对啊，因为阮兜就是后壁门外口有迄就是一盆一盆，阮阿嬷之前有种迄高赞塔是啥有无，所以阮迄西米的水就是会去后壁倒伫迄菜内底。对啊，阮阿嬷嘛是安尼。其他都无迄像伊这遮咸啊，但是阮老母有规定，就是迄我爱顺手甲电火关掉。哦，对啊，这嘛爱啊。去研究了后，我发现讲吼，其实有电的物件，就是你切开甲关掉的时阵，会上产生电啊对，产生的迄个动能上食电。所以都袂使安尼开开关关，开开关关，开开关关，规规规规，你拄则是讲，冷气嘛是啊。就像即摆毋是有人讲，出去几点钟的时阵，你冷气莫切掉。对啊。对啊，你就是倒来了，才袂讲因为迄温差的关系，伊个开始伫遐芳伫遐食电。但是迄有限定，就是爱变频的迄种啊。对啦，变频变频率，这对 NZQ 来讲足困难的。好，我尽量啊，讲到冷气，拄好甲这后壁咱即个要40岁的油啊伊下来。毋是油啊，要40岁的油下来的配共款主题。你继续聊，咱等下再来讲冷气。好，第三张配是要40的油写来配，毋是我要写到伊的年岁，是伊安尼写的哦。哦，好，先阮了解，澄清者。阮了解。好，白边黑边恁好，我是这2个月才发现这个 podcast 节目的人，听到这个月主题是轻欠，所以想要来分享一个莫伤轻欠的故事。我阿公出世伫日本时代，因为经历过战争，我先开始熟悉伊，就是非常的勤俭。以前住南投，经历过9日疫，伊搬来的是阮替伊整理物件。伊阁有一个用塑胶布包起来的刷动式沙图啊，内面分层用的薄擦片甲掀开，阁有印民国61年出品的标记。哦，遮尔勤俭的人，当然嘛袂接开冷气。就算有开，一定是甲窗仔门拢关甲密，然后就出代志啊！噔噔2年前5月的时阵，90外岁的伊，连续几落工拢甲去看伊的阮大伯讲，伊输袂着空气，主要也是伊性地较大，加上一个人住惯势啊，所以平常时厝内只有使用人甲伊2个人。阮大伯都足紧张的，紧甲伫个国外的子孙拢叫转来。就伫阮无用咧订机票，准备赶转去的时阵，阮阿母甲阮讲啊，无代志啊啦，因为伊联合使用人甲阮阿公兜的冷气偷偷拍开，冷气拍开以后，室内温度下降，阮阿公的喘气就顺啊。因为窗仔门无关，阿公嘛无发现冷气是开的，就安尼度过危机，甚至伊阁有开来会当骂人咧。毋过旧年伊也是过往啊，是讲伊也已经食到95岁啊。阮嘛已经有心理准备，只是想要把这个故事写落来怀念伊，也要劝家己应该勤俭的事就爱勤俭，但是爱享受的事咱嘛就爱适当的享受。我是油，多谢大家。哇，这真正是一个提醒的故事啦。嘿啊，对啊，新过头啊，像阮阿嬷嘛是咯，毋甘开冷气安尼。大家拢安尼呢？嘿啊，安尼我都想讲，敢会伫房间热甲咧着煞是安怎？对啊，咱若昏倒要安怎？嘿啊，而且我咧讲，迄个较大，热的时阵啊，就是血液循环行较重喎。啊，你输袂着空气的时阵啊，规个人若是酸素无够的时阵，你就会昏倒呢。对对对，你昏倒了，你也阁输袂着空气。安尼就塞哟娜娜，对，咱脑部就会受到损害。对啊，我嘛要分享一个我以前毋甘吹冷气有损害过的故事。讲，现在要冤家吼，要饲暂停要冤家。我就认真正经咧甲你问呢。阮兜吹冷气嘛拢是较欠的迄种的。啊，后来我出去读册的时阵，我去读册的时阵吼，我就是嘛毋甘吹冷气，我拢是暗时要困之前吹2点钟。哦，对，若是譬如讲有当时啊袂记你设定喎，袂记你切讲迄2点钟定时。定时。对，困到透早5、6点的时阵，吓一，我哪会吹冷气吹到天光？对啊，我敢是一个使吹冷气吹到天光的人。对，你会感觉讲哇，迄食电安尼伤伤，你知哦？啊，但是电钱你一个人爱纳。对啊，就住路口啊。哦。对，啊，迄当中其他的室友啊，因就是拢安尼足爽势的吹，吹较爽的呢。我就感觉讲哦，心肝头安尼
哪里诋你毁会？当去室友的房间找伊，伊进前我咧讲，啊，但是困的时阵，你也无可能去困人遐。啊嘛是啦。但是我感觉因老母之前还有讲过一句话，我听了就是心肝听着感觉无啥爽快。安尼哦，伊甲因老母讲，妈，迄乌边啊，伊迄冷气啊，拢毋敢吹伤久，创啥？我透早做热，还是讲阮伫客厅做热，还是创啥？嘿嘿嘿因，老母就甲伊讲，啊，无要紧啊，你莫安尼啦，人迄着较善食啊。因迄善食人的心态是无法度改变的。啊，那你甲人讲，对，而且伊超过，而且伊讲电话的时阵，伊是放出来的哦。嘿啊，啊，我伫边啊，我想讲，什什么意思啦友情的阵敢有无摒弃？阮即摆都无友情啊，阮即也无友情啊，即也无联络啊，了解了解，对吧？因为可能就是好野人想的，甲咱想的拢无共款。本来就是即句话啊是伊甲我讲的哦，伊讲因嘿啊兜，因为因兜就是开公司啊，哦啊，伊做一寡物件做商事，嘿啊，但是我感觉讲无要紧，迄是个人家己出事的时阵，咱出事的准两个迄个主管，咱无准好，但是我感觉讲。别人勤俭的时阵是创啥？其实咱会当甲因体会，对啊嘛会当鼓励。因为讲真诶啦，勤俭环保拢是爱地球的一种表现。嘿啊但，是尾啊，我即摆是一个北极熊，我对不起你，因为我饲猫了啊，阮即电气拢无咧关诶。嘿，知，对，因为阮的猫有黑菇啊，所以讲你对即种温度的变化，我讲迄种喘袂过，即种我深有一个体会。嗯，因为天气伤热的时阵啊，伊迄黑菇会变喘。哦，啊，你若天气伤寒的时阵吼，气更会收缩。嗯啊，收缩了伊就会打扫，啊扫出来了，伊的黑菇嘛佫会压起来。啊，就所以严重的呢，对，而且佫有迄温度甲湿度的变化拢真济。哦，阮饲鸟啊就无要紧啊，我之前想讲就啊，定金的，迄拄好啦，拄好阮兜即只黑菇啦，那其他另外一只是拢无啥问题。哦，我是想讲吼，讲真诶啦，虽然讲咱台湾的健保看医生是真俗，嗯，但是你迄冷气2个月价格，互你吹偌济？我毋知有人电池超过1万的无？恁兜电池超过1万2个月的，应该是下辈来甲有无危险啦哦。除非是咧做生理的，我家己嘛无，较有可能啦嘿，嗯但是我有听过阮朋友因兜，阮同学因兜，伊讲诶，因兜就是规栋嗯透天诶咧中华，啊，伊就是住1楼甲4楼冷气拢无关，嘿，啊，因2个月收诶电池就是几啊万安尼。哦，阮兜较早还袂换即种省电的冷气，对，差不多2个月嘛是7-8千。哦7-8千哦，但是恁兜人真济啊。对啊，就是人济啊，冷气开的嘛济啊。哦，嗯，啊，但是你看7-8千，平均去每一个人，啊个一2000块个车2个月，安尼其实嘛无偌济掉。啊，差不多500箍。但是你去看医生，佮检查，啊个喘，就超过500箍啊啊啦。是啦，根本袂好啊。对啊，嗯，我以前有一届就是伤欠，因为我就是会过敏，你知影？你嘛知影我，对你的身体，我就是一个公主。结果过敏的时阵，身躯够寒，你知无？本来皮肤干若普通过敏尔，伤热过敏。结果我迄个够寒的时阵啊，咱皮肤内底有一个物件，叫做大汗腺。嘿，小汗腺会排汗嘛，嘿，大汗腺是一个腺体啊。结果伊迄我就是够汗伤热翕掉咧，啊我大汗腺就发炎。我想要问一个问题，嘿，什么是够寒？够汗就是寒就够的。毋是，够汗就是汗甲人的身躯甲皮肤安尼够做伙，够起来，够胖。我无法度想象即个画面，就是是寒流足济吼。对，你啊汗流做济啊，黏伫你衫皮肤对啊，你顶安尼哦衫咧翕咧啊。阮老母甲我教，自细汉就够汗啊，哦，对啊，啊是讲就是譬如啊，你讲穿衫流汗就叫够寒。穿衫流汗无一定是够汗，但是你就是安尼翕掉咧，是讲譬如讲你迄个物件是安尼凹弯凹翘，有甲伊折掉咧，才叫够汗。哦，了解了解。对，所以我就是过下骹的时阵够汗，结果伊迄大汗腺发炎了后，嘿，整起来呢。啊，整一粒包足疼的哦！啊，伊迄是神经疼，甲皮蛇共款哦。夭我就是欠咧毋敢吹冷气，结果我看医生看要2个月，疼3个月。哇，哦，真正是。无怪你即摆就是尽量开冷气。我惊无冷气，我会死去。真个疼甲会死去呢。所以迄是要安怎治疗？治疗就是你爱看医生啊，伊会伫迄个所在注射。嘿啊，还有试药啊，但是在人的啦，因为你每一个人的体质就是讲，譬如讲你对迄食药啊迄方式无共款，嘿，一定要食消炎的药啊，啊，但是你若是消炎对你无效有无？就爱注射，哦对，所以就是看，希望听众朋友恁袂有即款的经验来发生啦，对啦，热就甲开落去，热就甲开落去，若无就是一直去呛水啊，一直去呛水，安尼迄希望伊的大伯一定讲，去呛水袂使切冷水咯，爱呛冷水安尼。像冷水就是热才会流汗。人讲，你有听过一句话？热天就是爱洗烧水，才洗会清气。啊是哦，
因为你洗烧水了无，你拄迄月经啊行出来的时阵啊，你会感觉外口足凉，哦，对，所以就是迄个温差的变化。了解啊，但是了解。无效，就是迄个够热。对啊，热天佫要洗热烧水，但是我有感觉热天洗烧水是较爽快，是哦，就是你向洗的时阵是感觉足热的，但是因为你袂迄个毛根空有向就是拍开啊，啊，迄寒什么迄，这是我个人啊，我毋知其他的人是啥款。啊，洗温温的咧，温温的嘛使啊。听众朋友，你若是有迄热天洗烧水，有啥物心得甲经验，嘛当写批来甲阮分享。你看得出来吼，我是一个足勤俭的人。你足勤俭的，对啊，啊，毋过你足袂晓欠钱的。勤俭甲欠钱可能是两项代志。无啊，你就是为着要迄省个勤钱俭的迄个心态，对对对，对啊，亲像啊，嘿，前日站啊，对黑边啦，嘿，甲我问讲，我有一条钱一直算袂出来啦，是要安怎？你确定要伫即个节目面顶讲即个代志？好啊，无要紧啊，咱个人的温愿即摆搬到节目面顶来。讲，出菜的钱拢毋知影开去倒位去安尼，我有记小啊，我真有记小，好不好？啊，都无记迄条咩？迄落，安尼有记，等于无记，好无？我是迄条绕高去，那我到去嘛是钱啊，所以我啊有收起来啊我甲。收起来。所以我有收起来，我甲你问讲，即条是开去倒啊？听众朋友，恁敢有人伫记小的哈？恁有迄记小的经验会当甲我分享的无？你明明就是我头壳一空，提供一个数字，互我讲，为什么对袂起来？你对啊根本就无想起来是开去倒位去。但至少听众朋友都是安尼。至少我知影有即个数字啊，袂歹啦吼。我就是甲我摕到的即个钱，扣掉我记小的迄个物件，安尼我知影讲，哇，我有一个物件绕高去啊。但是你想袂起来是开倒位。有也毋知要紧啊，你有甲我斗记就好啊。哦，我来甲你斗记啊，安尼你的钱爱分我无？毋是啊，我迄收记就摕互你啊。所以咧，啊，我本来是摕收记你记小的啊，啊，就是因为伤早摕互你啊，所以我袂记记小啦。所以是你的问题啦。毋是啊，你迄是路卡啊，你迄钱开落去都爱甲记起来啊。你先回答，哪有人你先回答我收记是毋是你摕去啊？啊，着你爱互我报销对吧？啊。对吧？所以就是你收记摕去的时阵，我也袂赴记小啊。所以这毋是我的问题，这是互相的问题啊。那有可能是我的问题啦。听众朋友讲想要伫这部面顶听咱两个聊完家。这嘛毋是我的问题啊，袂记你记小，我若是会记你，我就正常的人钱开都爱甲记起来啊。毋是啊，我嘛有安尼想啊，但是我若是会记你，我就袂记你啊，安尼你知无？哦，无想要甲你讲啊。哦，你无想要即摆甲我讲，逐个拢记迄电子发票，也无收记啊。电子发票会当吹啊，我有甲你讲，我逐个月啊，因为我知影我头壳有问题，所以我就是逐个月迄电子发票，我拢去对我迄对小迄个项目，看讲即条我有记着哦。哦，好啦好啦，好啦，好啊，你是我忝啊我忝啊。你忝讲实呢？你讲实呢？听面阮的冤家就较正吼，即摆要甲你分享讲11月份一寡真趣味的节日。对，而且嘛要问大家讲11月遮趣味的节日，敢有啥物想要写的主题？有啥物主题？你莫伫遐笑啊！你紧讲。好，头起先即个11月初1对。是即个世界春素日，就是爱食菜啦。哦，今日爱食菜哦。好拍广告。我无讲出来。过来。过灯光吼，11月初2，对。就是即个叫查甫人爱煮食的日子。查甫人爱做代志，所以即工查某人拢会当休困的对。是。哦即摆即个查甫人拢会晓煮食啊。啊，那便当店拢是阿姨会变安怎？迄工就休困。无啊，迄总铺师是查甫的啊，阿姨啊，就是较菜就好啊。哦，啊，那因无查甫的总铺师变安怎？迄工就休无困。迄做生理袂要紧啊，就是可能伫咧厝里啊，对无？迄叫翁去煮食。好，过来。过来就是11月13，对。世界善意日，就是爱存好心，做好代。我哪会去？后面5个字袂记了。好，过来。过来就是11月15，对。叫做我爱写作日。哦，即工就是爱写一个作文就对啊。啊，我想推啊写作文。安尼即工即个主题咱毋好分享。过来。过来就是11月21，世界哈喽日。Hello，嘿，就是是迄个 Hello，拍招呼。所以你迄工到工厂来甲你 Hello。哦，过来，这趣味，嘿，这叫鸡卵糕日。几号你无讲？26。11月26是鸡卵糕日。对，鸡卵糕在你食，去倒食？毋知。
你这个人呢，这无负责任嘛？你讲在我家，你搁无找出迄个资讯来互我去食？无这意思就是讲，平常时可能咱就是食较一欠两地安尼，哦啊，毋过即较欠工就是在你食呢，哦啊，毋过嘛有准赞。有够的钱才通在你食。对啊，所以就是讲，就是平常时都勤俭的，啊，毋甘食鸡两个的人，伫咧即工就小可放轻松者，嗯，买一两地啊来食是无要紧的啦。对对对对啊，但对，是阮若有找着迄鸡两个在你食的资讯，阮才传出来互大家啦。阮是去报名。我无法度呢，我对迄库里姆无啥物兴趣呢。迄也无一定是库里姆啊，鸡两个遐尼济鸡种，两个一定加减拢有库里姆，你会当紧买有库里姆的，但是足少的啊。就是迄较大的，我莫食鸡两个就好啊。嘛是会使啦。好，安尼想要请问大家较介意啥物款的节日的？对对对对，再老话来甲阮讲，所以咱后个月主题就是这节内底选一个哦。对，就是看像的票数较悬，结果拢无人下来，系啊，莫安尼啦，听众朋友啊，有诶听众朋友人甲阮是较斗者好无？有拢是较晏，甲你斗者吼。诶，白白我甲你讲哦，迄黑边安怎安怎。两礼拜，互大家紧。好，互大家敬啊！到时阵咱就会当选出讲，咱主题是啥？对对，我叫条啊卡替我投票。条卡你有听着条卡？四大条啊！即句听起真奇怪。毋通。A B C 的 C 哈，四大条。好，安尼今日节目差不多啊。好，对啊，因伊咧想要甲我讲，听两个人冤家啊，搁听，搁想，搁奇怪节日，趣味啦，趣味啦对啊，吼。一寡知识性对无？教育节目。哦，安尼。你教育频道内底冤家嘛是做知识的感觉。好，那安尼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有啥物的配信，做伙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，多谢大家的努力。因为布的数量，到底做啥？数量，俺嘛退休，不，俺嘛退休店，退休啥？连续几日工，拢甲去看伊的大伯公，伊数袂着空气。你拄仔是伫下还是你做啥？这是话你输袂着空气哦。咱上尾是毋是爱去讲一寡着省电的撇步啊？啊，我无撇步啊呢。我有啊。哦，你讲看觅对。啊，咱放伫这后壁，敢有人听？有啦有啦无。要紧啊，非就是迄电火球啊，咱若是会当换迄较先进，咱若是会当换迄较先进，啊，这是新店的我知，这是 NG 啦，吼我。新店的电火球，先电的导火，什么啦？先电的电火球啦。嗯，对，啊，还有就是迄冷气啊，迄网啊，啊，还有就是迄除湿机创啥，你若是有迄过热迄个网啊，拢爱甲清清咧。哦，因为伊若数袂着开了，伊会芳较大，是对，芳愈强较的时阵，食电啦。对，啊，搁来就是迄电视啊，有当时啊，日时的时阵你嘛免看伤光，你家伊迄光度有无？切较低咧，爱食电嘛会较无哦，遐济。迄当调就对啊。对啊，哦啊，搁有就是讲迄咱迄有插头啊，若无用的时阵甲拔掉。哦，因为平常时才袂过电，啊，你若是住伫迄，这我做有经验的，因为我拢住伫迄个雷公信内的所在，哎呀，拍落了跳电物件害起来。你嘛知影讲我是一个三 C 杀手啊，对，你就衰。啊，搁有吹冷气的时阵啊，大家会当就是28度配电风，嗯，对，安尼就是食电拢会较少一点嘛。啊，出去若无几点钟，拜托啊，冷气毋通关哈。啊，你先确定恁兜是变频咯，若无来莫甲我买。啊，日时的时阵，头门会当拍开啊。会使。对，就是迄日头光，像我拄仔讲的，你就是买迄一级的啊，会当回收，啊，搁会当节能，重点是搁有补助。赞啊，莫一到共款吼，手真的去开冰箱吼。冰箱内底莫放物件，你都袂起。对，啊，搁有安尼，冰箱内底莫放物件，爱冰箱要创啥？有啦，嘛是爱放啦。啊，搁有迄冷冻，就是爱8分满。哦，对，你若是伤低，对，伊迄无法度对流，迄嘛是无好。对啦，差不多是安尼啦。安尼已经真济啊啦。会当。哇，听到没有？再会哦。再会。伊一定想要搞伫 NG 内底见的有物件。地势型的 NG 嘛是有一寡内容。拜拜。